主后2026年8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先知的大计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何西阿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何西阿书第3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你着过去爱迄个对你无忠实的查某人，伊现在有一个情人。虽然以色列人去拜别个神明，爱食这偶像的葡萄干丸，毋过我要疼因，你嘛着安尼疼即个查某人。我就用15块银仔甲150公斤大马，甲伊买转来。我对伊讲：你着甲我住，毋通阁行淫，嘛毋通去缀别个查甫人。毋过即段时间，我嘛无要甲你同房。以色列人为一段长的时间，无君王，无首领，无祭司，无雕刻的跳，无以弗得，无菜家族神像。后来，以色列人为阁转来归属上主因的上帝，恢复大笔的王朝。伫将来的日子，因为敬畏上主，领受伊丰盛的恩惠。做先知的大计。1977年，标榜人权外交的美国卡特就任第39任美国总统。除了伫政治上希望联中抗俄之外，也期待以交往促进改变。因为安尼上任了后，就积极寻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。对台湾来讲，1971年已经失去踮联合国的中华民国属处。现今若阁失去美国这个邦交国，恐惊随时会互中共政权占领。伫即种背景下面，49年前的今仔日，台湾基督长教会发表人权宣言，提醒卡特总统伫咧维护中国的人权的时，也袂当忽略台湾的人权，尤其是人身安全与自决权。人权宣言同时呼吁咱国政府伫即个国际情势危急之际，面对现实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互台湾成做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。伫当年刑法100条还未修正的年代，这种主张无疑是意图颠覆政府，代价真可能是为死刑。为着安尼，这份宣言的多位起草者甚至留下遗书，准备先面对被逮捕。1978年，长教会为消除政府对人权宣言讲到新而独立的国家的台独疑虑，搁伫台湾教会公报发表一篇澄清的社论，解说新而独立是时时革新。搁回应宪法第141条，中华民国之外交应本独立自主之精神。1991年刑法100条修正后，长教会又搁进一步提出台湾主权独立宣言。先知何西阿为着传达上帝救赎以色列人的信息，用搁较悬伫赎回奴隶的代价，赎回伫婚姻中不忠实的妇人人。这个妇人人甚至可能毋单单是被政府卖为奴，是被卖互神庙，才需要用关价买回。伫1970年代，长教会也因为承担先知的使命，付出代价。
毋简单受社会误解，搁遭受政治单位长期监控。总是今仔日有教会标榜先知有言，鼓励会友勇敢发有言，却讲就算讲毋对也无关系，只要说所虑就好。虽像有人可能因为所谓的有言，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，遭受金钱、健康甚至性命的损失。这个损失毋是一句抱歉就通弥补的。真正的先知是用家己的性命伫宣扬上帝的公义，而非倾述对别人的人生比手画刀。顶当年，基督教会的牧长勇敢发出先知之声，就算面对死亡的威胁，也愿意为台湾的安危押上身家性命。这种先知性的行动，是勇于承担责任的行动。莫互勇敢发有言，成做规避责任的挡箭牌。因为真正的先知，永远是迄个成为受苦者、流目屎，佮愿意付出性命做代价的人。默想，我安怎理解先知这个角色？先知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？佮安怎用性命彰显上帝的旨意呢？我安怎理解先知这个角色？先知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？佮安怎用性命彰显上帝的旨意呢？咱同心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求你赐予我勇气，互我伫面对不公不义的时，袂因为恐惧失声，也使我亲像何西阿的温柔，愿意付出代价去挽回破碎的关系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